咱做伙用欢喜的心来开始咱今年的第一摆礼拜。好，咱来唱《主的喜乐是我的快乐》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能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。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主的喜乐。主的喜乐是我力量，你的救恩是我盼望。虽然橄榄树不效力，也许葡萄树不结果，我仍因着我的神欢喜快乐。我要赞美。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我要赞美。我要赞美，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，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。你是永远的神君王，我要赞美，我要赞美。无论得失或不得失，我要赞美。每天从日出到日落，我心坚定于你。每天赞美不停，我要赞美，跳舞赞美。我要赞美，自由赞美，大声欢呼，你是永远的神君王。继续，咱来唱诗篇23篇。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一件，伊予我得地青翠的草坡，带我的安静水边，伊予我亲密，引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
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伫我对敌面前，为我摆设下，应有我的头壳，予我的背满满，稳定厝边的脚，对我只是人。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远。伫新的一年，咱会拄到足侪代志，不管是快乐的代志，也是困难的代志。但是，不管是拄到什么种的代志，就亲像这首歌同款，耶和华是我咱的牧者。咱袂困愧一惊，所以咱就用这首歌正做咱的祈祷，做伙来倚靠上帝。咱搁来唱一摆诗篇23篇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强愧一惊，伊予我得地清水的沙坡，带我伫安静水边。伊予我的灵魂清净，伊带我行伊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新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你伫我对敌面前，为我摆设下，应有我的头壳，予我的背满满，稳定厝边的脚，对我只是人。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远。你伫我对敌面前。你伫我对敌面前，为我摆设下，应有我的头壳，予我的背满满，稳定厝边的脚，对我只是人。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远。我要行去。我要行去你耶和华的厝，直到永远。阮做伙搁来用祈祷的心来唱这首《此生爱你不渝》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难。造我、拯救我、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使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。
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宣传全地。阮做伙压头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过去一年当中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互大家心中有足侪惊吓。虽然即马阁有疫情，但是我相信你是赏赐平安的主。恳求你看顾台湾甲每一个国家，将安慰甲平安放伫大家的心中。伫新的一年，搁较倚靠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互咱搁来用祈祷的心来唱一摆《此生爱你不渝》。你爱是何等的奇妙，超越一切人间难。造我、拯救我、指引我路，与我同在，永不离开。主啊，你舍弃了自己，使我的满足丰盛。主啊，我拿什么来报答？唯有将全人献上给你。唯有此生。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一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唯有此生，唯有此。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活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无论是到天涯海角，唯有此生爱你不渝，献上自己为你而用。我愿一生跟随到底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，将你的爱遍传全地。请咱准备心来礼拜。
请走工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学了耶和华，毋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，因为天离开地遐尼悬，伊的慈爱对敬畏伊的人也是遐尼大。当离开屎有偌远，伊互咱的罪过离开咱也是遮远。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，对永远到永远。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。我的心神啊，恁着学了耶和华。世间情人拢着恬静，虔诚徛伫伊面前，无伫啥路世间小事。逐项阮对你相思，上帝降临伊的圣殿，咱着敬拜心敬虔。请咱做伙来吟圣诗65首，来学了咱的上帝，为着美丽的地面。为着灿烂的星辰，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慈爱，天父上帝，阮齐声学了称呼你尊名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为着美丽的地面，为着灿烂的星辰。为着阮出世以来所受一切阻碍，天父上帝阮这声学了称呼你尊名，为着大事的敬地，无论每日随无边，山水花木和光景，你我亲是这个名，天父上帝阮这声学了称呼你尊名，为着你梦的福气，为着心内欢喜，使阮五官谈欣赏，有声有影伫阮中，天父上帝阮这声学了称呼你
兄弟姊妹父母情，天长地久好朋友，关心看顾甲温柔。阿拉请我你做名，为着主一大恩惠，白白受死愿人类，就是军地甲人情，地上生活甲永生，天边上。地愿接下，我你做名，阿门。请咱用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。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场比勒多林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，上天，担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，伊要对遐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。共同的教会，圣堂的相通，做赦免，肉体得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那这请坐，咱做伙来启用启文第4篇。上帝啊，求你保护我，我的灵啊，你捌对耶和华讲。论到地上圣的百姓，用别个神替换耶和华的，因献电话者，我无要献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甲我杯中的分业。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，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。我常常敬仰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，我的心快乐。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。阿门。接续咱倒来吟圣诗382首，当咱大家来吟诗，感谢上帝过新年，世间日子真快过。紧行天路着及时，紧行天路着及时。请咱坐伫吟全首。当咱大家来吟诗，感谢上帝过新年，世间日子真快过。努着及时，紧行天路着及时。何况生命无定着，那才陪我伫暗暝。紧行天路无缘地，向前地到主身边，用情地到主身边。
人踮世间那迷茫，功名富贵拢空空，是做世行。你古变老人，一望你古变老人，一代过了又一代，草马当过冬，天路无缘地。主的家，日日伫主的家，新春满面拢我心，真真，你逐项所着做。我照尊敬，求主予我照尊敬，福音真理大进步，日日可坚固心，恩地因我最心，恩应平因我最心。阿门。请咱做下头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应感谢你，伫这个台湾农历过年的假期，互阮全家。甲规个家族会当团圆聚集，这是何等的美好！特别感谢你用恩典做阮年冬的免流，当阮回顾过去的一年，是耶和华的祝福满满的一年。虽然伫过去的一年，检查阮有拄着侪的挑战、困境，甚至是一寡艰苦心的事，但是伫你的怜悯。保守看顾的下面，也互阮所行每一个脚步，拢会当经历主你同在的快乐甲稳定的祝福，互这份祝福会当真侪你美好的见证。展望新的一年，恳求主加添阮信心、勇气甲智慧，互阮谦卑顺服伫你的旨意，做应该做的事，行应该行的路。主感谢你的竞选，你呼召竞选阮的目的是要祝福阮。你所享受的福是互人富足，并无掺忧愁伫内面。当阮每一次面对挑战的时，求你互阮知影安怎得心来倚靠你，求你坚固扶持阮。你的同在是阮得胜的应允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靠主的名求。阿门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，求你怜悯我。上帝的忧歌，就是拄起世间的罪。
俄勒，咱请圣歌队。请咱做伙来恭守上帝的话。咱先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29章11节到13节。11节，耶和华讲：我知我对恁所尽的意思是想事平安的意思，毋是降灾的，要互恁尾景有愿望。迄时恁要求叫我。要去祈祷我要听恁13节。恁要找我来拄着，因为恁要专心敲找。接下咱再来看新约圣经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到第8节。一概无伫挂虑、独独，万事得用祈祷。恳求甲感谢，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，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会到的，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、恁的念头。第8节，但兄弟啊，
结尾来讲，囡仔真实的，囡仔可敬的，囡仔公义的，囡仔清气的，囡仔通听的，囡仔好名声的。若有啥物德行，啥物通学乐，才会领着笑脸。讲到耶和华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咱请陈牧师。兄弟大家平安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，咱互相祝福讲，今年一定是好年。咱来相信，真心的祝福是上帝同在的应允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圣殿内聚集，阮来敬拜你。阮要追求上帝你，因为你是一切恩惠的源头。阮是你的囝儿，阮都会到你的厝，阮伫这个所在敬拜你的时，愿你的圣神降临。愿你用你的油，亲像雨水，伫春天的时落伫这个土地。祝福今仔日进入你的圣殿的阮的兄弟姊妹，祝福因无搁再邀过欠缺，祝你将平安做定，放伫因的家庭。至圣的天父上帝听阮的恶乐，听阮的祈祷，因为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愿伫你的面前同心聚集的时，阮确信新的一年对年头到年底，耶和华阮的上帝你的确甲阮同行。愿伫你的面前，较无上帝你的恩典甲你的话，恳求你将你的话写伫阮的心头，互阮伫你的面前来领受。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新年是咱的教会真要紧的礼拜的开始。新春拢毋是伫礼拜日，但是新春对咱的教会来讲，这个新春的礼拜是一个咱伫传统上，咱一年要开始进前来到上帝的面前用祈祷。也这你相信祈祷吗？我知影恁拢相信，因为咱的教会过年的祈祷，真做咱的教会一年中间上要紧。要出发进前的准备心，愿天父上帝好，咱伫今年的新春，咱亲像咱拄则大家互相的请安讲，今年一定是好年，因为咱的上帝年年加添互咱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我要邀请兄弟姊妹，你用祈祷的心，特别将你的心门向上帝拍开。每一年咱来到新春的时，咱拢料想袂到，今年牧师要送阮什么种的礼物。今年伫祈祷的中间，我要听到牧师安怎甲阮祝福。但是更加要紧是兄弟姊妹，咱带着什么种的脚步甲期待，咱来就近这个听咱祈祷的上帝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今仔圣经讲，耶和华咱的上帝，伊的意思就是赏赐平安。赏赐平安是咱的上帝对伊所听的囝25囝，诚心实意。信息的应允，所以兄弟姊妹不但是赏赐平安，伊讲到尾境，恁要有愿望，意思就是将来上帝用愿望放伫头前，咱的一生要愿着愿望来向前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见咱的上帝通过耶利米甲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今仔日咱亲自听伊讲。我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存着双手讲：主将平安赏赐予我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中间，讲的人、听的人，拢平平伫上帝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平安是圣经中间最要紧的应允，伊听起来足平凡，因为就亲像台湾人咧讲食饱未。基督徒咧讲，互相咧讲平安的时阵，有时毋是讲无心无意，毋是。是因为咱太自然，咱会甲咱的身边的人讲平安，
就亲像古早人咧讲食饱未？伊看起来是一个真平凡的，但是却是一个上重要的应允甲期待。那安尼圣经中间甲咱讲的平安是甚物呢？兄弟姊妹，你敢有了解伫圣经中间所甲你讲的平安是甚物？平安伫圣经中间所讲的，就是一个人当大人，伊的生命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伫你的心内有满足的欢喜，有永远的福气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听你耶稣。耶稣要离开世间之前，要完成伊12个的救恩之前，又甲伊的学生几啊摆，常常做伙的事。伊讲一个，伊的学生常常袂解真了解。耶稣讲：我留落我的平安互你。兄弟姊妹，今日耶稣嘛甲咱讲。新的一年有我的平安甲你同行。新的一年，每一天我的平安要做定，亲如一条船伫风影的中间，若无迄条锚吼，迄条定，这只船真容易，就四界流，四界漂流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所以，伫今仔日个礼拜第一个，咱互相的祝福就是：愿恁平安。愿咱的囡仔，愿咱的长辈，大大细细，拢享受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因为咱的上帝是一个赏赐平安的上帝。像这一日，对新春的所听到的第一节的圣经非常的重要，因为第一节的圣经要陪咱到今年的跨年祷告会。今年咱所听到的第一段的圣经，就是咱的上帝伊亲自讲的。我的心意，我的意念，我的意思，就是爱我的囝儿、查某囝，大大细细，恁拢生活伫平安的中间。兄弟姊妹，腓立比书第4章第7节，今仔所读的圣经，伊讲，上帝所赏赐的平安，是超出所求所想，是人料想袂到，是一个意外的平安。咱所期待的是小小。但是上帝所赏赐的是完全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出乎意料的平安放伫咱的心头。树根若顶有栽，就唔惊树头做风台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信仰定根伫上帝的手中。伊讲出乎意料，去年的圣诞节咱所办咱所做伙庆祝所吟的迄条诗歌，做着迄个戏剧，是出乎意料的惊奇，出乎意料的惊喜。兄弟姊妹，伫咱的上帝手中，有讲袂尽的，出乎意料的奇妙。我咱伫咱的上帝面前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我等着看。主啊，我等着看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愿咱用耐心，用信心。咱来听候上帝伫新的一年，甲咱陪伴的平安真平安，平安真平凡。真侪时阵，咱咧讲平安的事，并无真心对心中用迄个满足的喜乐，咧甲咱的囡仔祝福。但是兄弟姊妹，平安重要无？陈华姐，平安敢有重要？无论你偌有侪钱吼，你若破病挨病叫母的事，兄弟姊妹，你就知影平安偌重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平安毋是用钱买会到的，平安嘛毋是因为你的学历，就会自然而然你就拢平安。平安嘛无因为你的社会地位悬甲低，平安是圣经中间所讲真要紧的礼物。上帝讲：“我将我的平安留落予你。”主耶稣讲：“我的平安毋是这世间的平安。”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敢担着主耶稣所陪伴的这个平安人生的欢喜？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人，咱拢找着平安。圣经中间所讲的平安是甚么？
伫旧约的圣经，伊讲 shalom， 咱真容易翻做平安。但是 shalom 平安这个字伫新约，同款的意思，伊咧讲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整，得到丰盛，得到成熟。真正的平安就是我无欠过，真正的平安就是我的心内有满足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就是我知影我的人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。我伫我的生命的中间，我无看悬，无看低，因为我知上帝所予我的没有遗憾，因为咱知影所信的是之水，咱嘛相信咱伫伊面前所祈祷的，上帝的确听咱的恳求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来领受伊的祝福。拄拄过年前，咱的囡仔有10几个囡仔伫咱的教会过3日的生活。即届的夏令营对因来讲，我相信是一个足重要的开始。牧师真的很高兴看到你们用一种敬虔的心来追求你们的信仰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囡仔拄拄就是这群囡仔的中间的一个，我要甲你讲，恁的家庭有福气，因为今年的夏令营，咱的囡仔因深深的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有一个囡仔讲，我过去足惊安静，所以我真爱甲人讲话，我嘛若拢足安静的，我会受不了，会惊。有的囡仔讲，我以前足惊家己一个人独处。但是即届伫灵修会是咱的囡仔，因将伊的心门拍开，因发现原来安静遮尔重要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因为当上帝的圣神踮伫咱内底，咱的心得到平安的时，咱的生命要无共款。满足的人无容易嫉妒，满足的人。伊好亲像无感觉有欠缺，平安的人无容易受气，平安的人心内无惊吓，心内互主的疼踮伫你的生命内底的人，伊自然而然，伊的人际关系就充满温柔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平安所带来就是满足，就是幸福，就是被爱。请听耶稣所讲的话，伊讲：我老了，我会平安互你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我要甲恁回实的，因为今年教会无甲恁准备丧葬。你哈，牧师今年无哦。我甲恁讲坦白，我已经想11年啊，想到今年我真正想无要送恁什么物件。啊，我有找到，但是安怎设计都设计没有那个美感。所以我就决定讲啊，就干脆卖送啊！兄弟姊妹，你唔通背后骂牧师，你爱带着更多的渴慕的心祷告。安尼牧师可能就有感动，明年就有灵感。所以明年恁来做礼拜时，恁就会当得到心中所期待。但是兄弟姊妹，今年虽然没有胸章。但是牧师要邀请您做一个祈祷，当你贴着你的手、贴着你的心的时候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平安比胸章更加好。主你将平安放伫我的心头。这个字就是告我的主耶稣，伊要无论伊要定是物件进前，甲伊定是物告我以后，伊拢讲愿恁平安。我的平安毋是这世间的平安，我的平安是。超越死亡甲国外的平安，这个平安甲沙龙共字，伫希腊文叫做 Irene， 啊，伫希腊语、希伯来文叫做 Shalom。这个字第一个意思叫做平安，第二个叫做和谐。和谐是什么意思？和谐就是讲，无论我的心境，无论我的环境，无论我的心境，无论我的环境。伊拢无冲突，伊拢无攻击，是一个充满平安的坚固。所以，弟兄姊妹，愿上帝所赏赐恁
的家庭有和谐。愿恁伫工作的职场，上帝嘛想是和谐。愿恁伫学校的同学，彼此中间嘛有和谐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新的次序、新的特殊，放伫恁的家庭，放伫恁的职场。幸福伊足要紧的意思，伫旧约，伊除了和谐以外，伊咧讲的就是幸福甲健康。伊有足多元的、真多元的意思，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其中的延伸的伊个意思，就是咧讲起一个人的生命得到完全。我喺细汉的时阵讲话亲像囡仔，性情亲像囡仔。我既然也长大成人，我就放了囡仔时阵迄种的言行举止，这就是一个成熟的生命。阮看见我甲陈牧师伫这3天的中间，阮全程甲这囡仔做伙。这囡仔对这时到暗时，甚至最后一暗，因伫礼拜堂内底遮过暝。我想比伫恁兜咧困更较舒服。一个囡仔讲，我伫阮兜咧困的时候，有当时看到奇奇怪怪，有时我暗时会惊。但是足奇怪，咱来到教会一困去，哇！一觉到天亮。愿天父上帝的圣心，不但踮伫咱的礼拜堂，嘛踮伫恁的家庭；不但踮伫礼拜堂，嘛踮伫恁每一个人内心深处。愿主将伊的平安放伫恁的内底。对今仔日开始到明年的新春，咱阁3见面。愿上帝互恁穿平安的鞋。今年牧师无做这个丧葬的事，恁倒去冰，有一年咱教会做时装鞋啊，有无？恁敢有摕到？若摕无到，恁来找牧师，我来敲看卖，敢有遐库存？伊讲穿平安的鞋，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恁每一个人。上帝将这个平安的鞋穿伫恁的脚上，每一天、每一脚步、每一个坎站，恁所拄着、所咧努力跑走人生的目标，愿天父上帝将这个平安赏赐予咱。兄弟姊妹，请听今仔的圣经新约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伊讲：无伫看路，常常祈祷、恳求、感谢。将恁所需要的，甲上帝讲。新春的礼拜唔是干那礼拜尔，新春的礼拜对咱的教会内底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祷告。新春的礼拜对咱的教会来讲，是用祈祷最重心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6节，伊讲无伫看路。你讲主啊，我都熬超凡，无法度。有个人出世改成伊的名，就是带着超凡。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将这个烦恼，兄弟姊妹，好唔好？咱甲上帝讲，主啊，我将这个烦恼就放伫你的手中。咱台湾人有一个风俗吼，我袂晓形容，因为我毋捌看过，阮的家族是新做家族。查某囝若要嫁出去吼，要离开大门的进前，对方拢会要求伊，毋知放落啥物货。你敢有看过迄个风俗？扇子，迄是一种风俗，就是讲，对于这个家庭大汉，对今仔开始，我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，一个新的开始，好亲像一个告别，但是嘛是放落一寡过去迄种的牵绊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讲，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学习。将一寡阻挡我快乐的，我要将伊放落伫这个世间。对今仔日开始，我要推举我的双手，对上帝，你来领受你的平安、喜乐，甲你的祝福。但一个牧师要邀请恁祈祷，无要亲像往年一个家庭一个家庭，我要邀请咱加做一个大家庭，咱等一个伸出咱的手，伫上帝的面前。该放落的咱就放落，该得到的咱就得到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无你看路常常祈祷感谢，将咱心中所爱，咱来讲互咱的上帝听。
所以听的姊妹，咱的教会伫新村足要紧重视的，就是厝外的囡仔、厝外的亲人，咱拢要得到这个所在。毋是食29暝的年夜饭，是做伙起祈祷的这段。愿咱的教会祈祷的这段永远无冷淡。上帝赏赐咱伫新村的祈祷，真做咱一生中间所确信的。新约旧约今仔日的圣经拢有祈祷这段话。耶利米书第29章12节，伊讲：恁着爱求求我，祈祷我，我就要应允恁。或者你相信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听候要祝福你吗？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带着脚步认真，咱甲主讲：是，我知，你早着天光之前，你就伫你的圣殿咧听候我。今仔日来敬拜你，伊讲吹就吹着，拍门就甲恁开。愿天父上帝恩咱拍开恩典的门。今仔日礼拜的金句是代笔的祈祷。伊讲：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，摆在我的面前。这个字伫原文的意思就是，我常常敬拜上帝。敬奉耶和华这个字，伫旧约的圣经原文的意思就是礼拜。我常常敬拜我的上帝，伊就伫我的正边，就亲像爸爸坐伫我的边啊。我咧做礼拜的时，伊有时真疼惜我，伊看我无专心，伊就伸出伊的手，甲我的手掂咧，小看，暗示我，毋通拄久。伊看到我好亲像心中有郁卒，伊会甲我抹咧。伫迄个中间，我毋免讲话，我知影爸爸咧陪伴我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代表伊所感受到的幸福。兄弟姊妹，顶礼拜即个礼拜，牧师所讲到的诗篇第1篇第1节，第一句话恁还会记吗？恁敢还会记得？顶礼拜诗篇第1篇第1节第一句，阿夏会记无？有福气的人，兄弟姊妹，愿你毋是干那会记得迄个故事，阿夏迄个故事，愿恁会记得，敬奉耶和华的人是有福气的人。愿咱伫主的面前心欢喜、心快乐，肉体安然徛起。佫有代笔讲，你要将活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兄弟姊妹，会晓生囝，就爱会晓教囝。恁有囡仔伫恁的家庭中间，恁若袂晓教不要紧，毋免烦恼，毋免看路。但係你的囡仔帶來上帝的面前，上帝自然就會甲伊教。你相信嗎？無人結婚了後就要做爸母，常常知道爸母心是啥物時陣開始。咱開始養育囡仔的時候，咱知影講，過去爸母是偌爾辛苦，對無？無人結婚就會曉做爸母，但是做中學，我那做，我那學，更較重要，就是甲囡仔看好條，佇恁的生活，佇恁的人生的中間，做伙敬拜上帝。願天父上帝祝福咱。第二，我要邀請兄弟姊妹，第一，用你的心來體會老爸的心。今日聖經講我的意思。這句話中間咧講起，基督徒需要明白，咱的爸爸唔是一個暴君，咱的爸爸唔是一個家暴的爸爸，咱的爸爸唔是一個真嚴苛的爸爸。咱的爸爸的心思意念是愛恁平安，佮佇將來有願望。願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，這個意思佇聖經中間足要緊。今日咱所讀的耶利米書29章第11節，伊講我的意思。佫有另外一節的聖經佇以賽亞的中間，伊講我的念頭毋是恁的念頭，我的道路懸過恁的道路，恁會記無？迄個字同款，我的意念，我的意思，意思就是講我的計劃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上帝佇你的人生中間有一個計劃嗎？
你敢愿意？你的人生是上帝给你预备，有一本真水的剧本。这礼拜伫冬令营的中间，牧师甲恁的囡仔做伙做一个祈祷。我邀请恁的囡仔为着因的将来，甲上帝讨。主啊，求你赏赐我生命的剧本。主将你的计划，伫我的身躯顶悬的计划，主啊，求你赏赐我一本剧本。咱来到教会，毋是干那听牧师的责备，毋是干那听这个圣经真严格严肃，对咱的道德的要求安尼尔，毋是。咱伫上帝的圣殿内底，上要紧就是敬畏耶和华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，便是聪明。这就是伫上帝的手中得到生命的剧本。伫咧祈祷的中间，我有教恁的囡仔安尼讲：主啊，我将这个剧本就贴在我的心上。主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生命内底，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心思意念内底。主将你的计划写伫我的思想的内底。主啊，亲像你用你的指头啊，写10句话交予摩西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今仔来经验这种的祈祷吗？你讲牧师，我的囡仔有机会通为着伊的人生的剧本认真祷告。今仔新春的礼拜，敢会当嘛带阮为着我的一生中间，我的生命的剧本，安静的聆听等候。兄弟姊妹，求就互咱，咱来甲上帝讨，上帝要将这个伊的计划，意思这个字本身上要紧的意思就是筹划、计划，佮有想象力。上帝用伊的想象力，上帝用这个想象力变作计划，然后上帝就讲：没有光就有光。这就是上帝奇妙的所在。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祷讲：主求你用你的道路改变我的道路，用你的意思改变我的意思。兄弟姊妹，愿恁深深受祝福。恁手所做的工无空空，愿恁对少年到年老所拍拼的事业，上帝将伊的恩惠、伊的计划、伊的念头，迄个想象力，放伫恁的智慧的内底，然后恁忽然要灵机一动，你讲主啊，我知影。你要带我去什么所在？求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咱的上帝所予咱的，毋是干那平安尔。第一个祈祷牧师邀请恁甲上帝讨讲，上帝是一个赏赐平安的上帝。第二，上帝是一个赏赐恩望的上帝。请注意最后这句话：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伫去年的圣诞节，牧师有甲恁讲到恩望是甚物？恩望伫这个字足水的字，伫旧约的圣经，恩望这个字原文对犹太人来讲，就是一条绳啊。这条绳的顶端就是上帝预备的盼望。我若扭掉，恩望就来。搁另外一个意思，恩望伫旧约的圣经这个字叫做期待。就是我伫妈妈的腹肚内，是我成长的第一个瞬间，就是我这条绳、这条脐带的绳索，是生命盼望的源头。我的妈妈将伊的生命赏赐给我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你甲上帝中间这条绳，慈神爱索，是绑有条的吗？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伊讲：我的囝子，我为你准备一个，是你连想都想袂到，你从来毋捌看见，从来毋捌听见，奇妙无比。愿天父上帝是新春的中间赏赐予咱。tikva 就是这个恩望。咱原文的意思伫希腊语顶悬，伊真正的意思就是用绳子绑住盼望，救恩之所
生命的期待。愿天父上帝通过咱敬奉耶和华、敬奉这条绳、敬畏上帝这种的心，就成做咱受祝福的开始。会记得今仔日的礼拜，上帝亲自甲恁讲的话，恁就求我专心祈祷，常常祷告，常常祷告。兄弟姊妹，祈祷就是咱生命改变迄支锁匙。愿咱来到主的面前追求上帝，因为主讲，我就要应答恁的祈祷，我就要应答你的祈祷。咱的上帝是一个享受恶梦的上帝。在今年的灵修会中间，牧师突然有这个感动，就带恁的囡仔为了生命的剧本祷告。今仔日牧师嘛要请恁，要邀请恁，为着恁的生命将来要行的路，恁甲主祷讲，主赏赐我一份生命的剧本。也这，你有什么期待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你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你为我必办的盼望是什么？是没有人能够强取豪夺。你所给我满足的喜乐、盼望，是这个世间袂当甲我抢夺。兄弟姊妹，愿上帝所赏赐恁的平安，是一个天上来的平安，是摆在前头的平安，是一个更美的盼望，是一个满足的喜乐。这拢写伫圣经的内底，不是牧师发明想象出来的，是圣经的应允。最后，保罗讲，有真多伫讲道中间我讲不了的话，就是你们的生命要有耶稣基督的样式，信实可敬、公义、清洁、可爱，让人羡慕的好名声。伫圣经中间所写一切上帝的性情甲上帝的本性，咱的上帝讲，恁都要常常每日三思，天天思想神的话语。新年快乐！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听到主你的话，阮恭敬恳求你，继续对阮讲话。阮要用诗歌来陪伴，阮要准备来向你恳求，求你点伫我的内心，直到世间的路尾。愿咱的恳求祈祷，我给所有性命。阿门。咱来吟学罗甲祈祷的诗歌圣诗。咱来吟圣诗452首。咱起立来吟。所信的救主，那亲情我可为着你保守，为保守所交通伊的，为保守你高兴人，耶稣稳定来为下亲，充满伫我心内。因为对心生敬和因，心为平安自在。因
救主，那深信我个为你的保守，为保守所教导伊的，为保守的教训因，心感动太为遐看，予我真在过时，享受福音心受感化，可以我心相近。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可为你的保守，为保守所教导伊的，为保守的教训因，也相信三位一体。只想只管只大，尊贵阳光人无地，何乐一命无衰？因为我在所信的救主，那深信我个为你的保守，为保守。所教导伊的，为保守的教训阿门。大家请坐，咱来做新春的奉献。咱起立来吟奉的诗。只闻恨努力，
救赎，甘愿向你做祈求。阿门。大家请坐。牧师要先邀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今年咱的新春的礼拜的祈祷，咱要小可改变，因为若照往年咱的方式，拢足久的、足长的时间。但是今年牧师要邀请恁用一个2000年来伫咱的教会传统内底一种真安静的祈祷。祈祷了后，咱才来平安礼，好无？咱才互相来请安。所以伫即个时，我要邀请恁目睭闭起来准备心，咱要有一段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恁安静恁的心，恁目睭闭起时，恁对心来讲：阿爸天父，我来找求你。阿爸天父，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伫新春的时。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阿爸天父，我伫旧年的生活中间所做的一切，我带到你的面前。求主你来监察我，伫旧年所做，我伫旧年的生活中间，若有互上帝你欢喜的，主求你甲阮施恩赐福，主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嘛为着我伫旧年所做。互你无欢喜的事，亲爱天父上帝，求你赦免我。主我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，因为我是人，伫无完全的所在，求主你怜悯帮助我。主求你怜悯帮助我，主求你怜悯帮助我。所听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你，将你的手轻轻放伫你的膝盖上。主求你将你的亲爱的弟姊妹。我所要邀请你，轻轻将你的手放在你的膝盖上，摊开你的双手，咱准备来领受，咱准备来仰望咱的主耶稣。咱首先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带着新春的祈祷来献予你。主伫我的手中，就是我对你的敬拜。主耶稣，我将我伫新的一年所要做的事，向你摆列，献做活祭。好亲像我的手中是空空，但是主，我将我家己本身来献予你。也这你甲上帝讲，主，这是我献予你的。
主耶稣，阮兄弟姊妹来到你的面前，阮将阮家己本身来献予你，这是阮心中的祈祷。你是监察人内心的上帝，无论大人囡仔，当因将因的才情，当因将伊的信心甲敬虔献予你的时，天父上帝，恳求你接纳阮伫你面前的奉献。使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现在的活命，期待得到改变来祈祷。使阮伫你的面前，为着阮现在的活命，期待改变来祈祷。所听的弟兄姊妹，恳求圣神帮助你，你进入到你的心内。说使你即摆闹烦恼，是旧年所留落来；说使你的心内闹混乱，毋知影今年你要安怎行；说使你若最近拄着受气的代志，忧伤、看路、怨叹。所听的姊妹，你将这个看路放伫你的手掌心。你若受到什么物件，你若想到什么种的代志，你就用祈祷，把这个看路受气放伫你的手掌心。你甲主讲，主我将我的看路，主我将我的受气，主我将我家己的疑惑，主我家己心中的混乱，主耶稣，我将我的心中这个歹、负面的思想，我将伊放伫我的手掌心。所听的弟姊妹，甲主讲，将你的生命中间负面的思想，你甲伊提出来，放伫你的手。你真清楚宣告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主我要将我生命内底这负面的想法、负面的情绪，主耶稣，我要将伊交代你，或者你亲自将你心中的情绪、负面的思想。你讲，主耶稣求你怜悯我，你只要讲这句话，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因为我相信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主耶稣求你怜悯我。兄弟姊妹，将你的情绪、负面的想法，你放在手掌心，然后恳求主耶稣伸出他的手。主耶稣求你伸出你的手，将我的这些情绪跟负面的想法，主耶稣你把我拿掉。主耶稣，你将我这些负面的情绪拿掉。主耶稣，阮奉你的圣名，
来恳求你，对你的囝儿查某囝因的手中，将遐个阻碍他们成为真实基督徒的遐负面的情绪，主耶稣，我奉你的圣名，求你来接纳因，你的圣神对因的手中、心中，将负面的情绪把他们洁净。亲爱的姊妹，我要邀请恁轻轻将你的手掌贴在你的胸前，将你的手掌轻轻地贴在你的胸前。你跟着牧师祷告说：“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我将心有平安。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我的心中将要充满了圣洁的灵。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我要拥有良善的灵在我的心中。主耶稣，我赞美你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。主耶稣，我敬拜你。好，请放下。牧师要邀请你轻轻地用你的手掌按着你的腹部、你的腹肚，你用你的手轻轻划着你的腹肚。因为咱的腹肚是掌管欲望的地方，你轻轻地用你的手按在你的腹部。亲爱的姊妹，你在圣灵的里面祷告，你问你自己讲，你是不是有一种过度的欲望？过度的欲望、占有欲，一些不恰当的一些欲望。如果你若感觉在你的生活中间有某一种的欲望，是影响你真做一个安静圣洁的基督徒，我们来一起为我们的欲望祷告。你的手放在你的腹部的中间，你呼求耶稣基督，你讲：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耶稣基督，求你怜悯我。牧师，予恁一段安静，甲耶稣亲近的祈祷的时间。如果你的生活中间若有情欲、金钱、虚荣心、不恰当的欲望，常常予你袂满足、袂欢喜，你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有这种的困扰。你用你的心甲主耶稣讲：主耶稣，我有这种的困扰。不恰当的占有欲，不恰当的过度的欲望，对金钱、对爱情、对情欲、对名声地位、对权力权柄的掌控。如果你若感觉你有这种的困扰，你手放在你的腹部，你讲：主耶稣，求你怜悯我。
主耶稣，求你透帮阮每一个人，因为剧望是人的本性。主耶稣，阮深深知影，人的本性本底就有剧望。我嘛知影剧望毋是歹物件，但是需要有健康的剧望。主耶稣，阮为着阮的兄弟姊妹，特别为着阮的囡仔，因生命内底的欲望来祷告。祝福因有节制的能力，互因有属灵的看见，互因知影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不是凡事都可行，不是只要我喜欢，我都要。所以说，求你帮助阮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的欲望是健康的。主耶稣，因为你是赢过一切欲望的主，恳求你怜悯帮助阮。当阮咧教阮的囡仔时，当阮伫阮的家庭的价值观念，求主你帮助阮，有主你的真理，做阮头前的光。主耶稣，阮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欲望分别为圣，恳求主你帮助阮。主耶稣，阮感谢学了你的性命。所听下这，咱要来为着咱的心思意念来祷告。我要邀请你，搁一摆，将你的手掌贴着你的心胸。你若曾经嫉妒，你的心内若有虚荣心对你的搅扰，你的心内若看到人的成就，你就有嫉妒跟骄傲，这无好的心思意念。咱做伙来学习，将咱心中这个囡仔，将咱心内这个想法，来仰望咱的主耶稣。主耶稣，我要做一个有心思意念干净的人，因为牧师捌教阮讲，要啉清气的水，爱摕清气的杯仔来底。主耶稣，用你的宝血洁净我的心胸、心思意念。主耶稣，求你用你的宝血，把我的心来洗清气。这是我做不来的，因为我的心思意念、我的情绪是不容易被控制。来，主耶稣，求你洁净我的心思意念。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恳求圣神充满在你的心内，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比这世界掌权的黑暗权势更大。在你们里面的圣灵运行的大能，要享受恁得胜的权柄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而了你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过来，你将你的手回复，轻轻的放在你的大腿或者膝盖上。咱要为着咱的生命、生命的剧本。如果拄则牧师分享讲，咱的囡仔咧求讨生命的剧本。如果你对你的将来人生有梦想、有意向，你想要成做一个顶天立地、成做一个会通荣耀上帝的人，你摊开你的双手，不要握拳，象征我们不再做固执跟自我的坚持。拍开你的手，你将你过去的固执、
将你过去的自我为中心的主张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，我将我的固执，将我用我家己最中心，这种的态度，主，我的双手放开，我要全然的敞开自己，让你来掌权。兄弟姊妹，将咱家己来交予咱的主。主恳求你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真侪以你为中心的孩子，让我们敞开双手，求你用你的温柔安抚着我们的固执，互每一个伫你的面前过头用家己最中心的，阮的兄弟姊妹，因享受着互上帝你拍开心门、讨放的欢喜，甲自由。对今仔日你是一个掌权的主。对这个时阵到永远，你掌管因的生命。所听啊，这你甲上帝讨讲，主啊，求你想赐予我生命的剧本。我唔知我的将来怎样，我唔知我的将来怎样。主，求你将生命的剧本放伫我的手中。天父上帝，求你将生命的剧本放在孩子的手上。我要邀请您握拳，您把您的手紧紧的握住，抓住上帝现在已经给你的生命的剧本。你将上帝所赏赐你的生命的剧本紧紧的抓在你的手上。你赞美他，因为无人知影将来的事，独独上帝的意念，独独上帝的计划。上帝对你讲：“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，我的意思赢过你的意思。”感谢上帝，这个时阵赏赐咱伊的应允。我们还没有打开这个生命的剧本之前，我们先赞美上帝。你还没有打开这个生命的剧本之前，你先感谢上帝。我要邀请你，用你的手掌贴在你的胸前。你求圣神保守，将这本册写在你的心内。你求上帝的圣神将上帝的计划写在你的心思意念，铭刻在你的心中。哈利路亚！我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！永活的上帝，我感谢你听阮的祈祷。哈利路亚！阮的上帝，阮恳求你，互每一个今仔日安尼祈祷的阮的兄弟姊妹，因的生命真侪奇妙，因的心思意念得到你的保守。主，阮感谢你。
主，阮俄勒感谢，因为你是创始成终的神，我感谢赞美你。亲爱的姊妹，我要请你在你的额头画一个十字架，在你的额头头壳遐画一个十字架。保罗讲，救恩的头盔，咱今摆要来基督穿属灵的军装。你在你的额头画上了十字架。你奉上帝的名宣告，所有一切垃圾污秽的思想，袂通进入我的思想的内底，因为圣神已经赏赐我救恩的头盔、救恩的帽啊。最后说，当阮的兄弟姊妹伫阮的头壳遐顶悬，带有你十字架印记的时，恳求主你的圣神。将荣光尊贵的念头放伫因的念头，互因无受到这个黑暗的关系，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念，最扭曲邪恶的思想来捆绑因。最后说，阮感谢赞美你。咱要来领受复兴进，咱想象咱伫咱的行程。咱画一个十字架，在咱的胸前画一个十字架，特别在你的心脏这个地方，你按手画一个十字架。古早咧战争的时，因惊了防攻击，因会穿战甲保护因的心。我们用主耶稣的宝血，在我们的心上画一个十字架。最后说，你保护阮的心思意念，因为阮一生的轨迹是对阮的心思意念开始。兄弟，拄则你若有拄着祈祷的中间有什么种的心中的艰难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将我心中这个艰难摕掉，独独只有你做我的主。我要邀请恁双手交叉放伫你的胸前。我要邀请你双手交叉握拳，交叉在你的胸前。这个十字架代表盾牌，这个交叉的手代表圣神的盾牌。对今日开始，圣神要为你征战。圣神要成做你的保惠师，圣神要成做你拄着攻击的时的盾牌。主要说，阮感谢你赏赐圣神，我们日日得到主你的保守。你是阮的盾牌，你是阮的冠带。主要说，将每一个阮的囡仔交伫你的手中。主求你保守因的心思意念，主阮感谢你。我要邀请恁将你的拳头放伫你，平放在你的胸前，紧紧的抓住。你想象，你将上帝的话抓在你的拳头上。你将上帝的真道，就是圣神的宝剑。你将上帝的话拿在你的手中，亲像你手中拿着上帝所赏赐你圣神的宝剑。你要亲像大卫赢过歌利亚，你要成做上帝精兵，亲像耶稣用上帝的话赢过魔鬼的试探。主耶稣，
为着你的囝子，阮当心祈祷的事，恳求你的圣神，将得胜的权柄放伫遮的你的囝子，互因对今仔日穿圣神的军装，直到世间的落尾。我安尼恳求祈祷，我个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最后要请恁来领受平安，恁会当目睭闭闭，亲像牧师安尼，手轻轻放伫恁的头前。恁甲上帝祷告，祝你较济较济，你的平安亲像活水泉，你的稳定圣神的活水江河对天降临。祝你的圣神亲像活水泉对天降临。你甲主祷告。主啊，祝福我！主啊，祝福我！当我来到你施恩座前，我要领受你的恩惠，做阮及时的帮赞。至圣的上帝，求你赏赐圣神，亲像活水江河，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你的施恩宝座。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你施恩宝座，因为你是赏赐平安的上帝。主愿感谢俄罗你，主愿感谢俄罗你，主愿感谢俄罗你，对这事到永远无尽。阿门。亲爱的上帝，祝福恁。今仔牧师邀请恁的祈祷，我会把这祈祷书甲祈祷方法放伫咱的赖族群。我要鼓励恁家己单独的事，恁会当常常亲像安尼来祈祷。愿上帝伫新的一年施恩祝福，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、恁的家庭、甲恁的生活、甲恁心中的盼望。上帝祝福恁。下面咱要来行平安礼，我要请陈牧师起来，咱大家做伙伫这个所在有几项代志，咱要做伙行平安礼。伫咱要欢迎，也是讲互相伫请安的中间，一个家庭吼，互相请安的事，牧师要甲咱报告几项代志，吼，伫旧年的中间，咱的教会所发生的几项代志。旧年，上帝赏赐咱的教会6个小 baby， 感谢上帝。拄则这个礼拜中间，咱充满囡仔声，咱来学习咱的上帝。吼，上帝互咱的教会旧年有6个囡仔。伫旧年，咱的教会有4个兄弟姊妹离开咱。第一个就是新年兄，第二个就是郭一林的妈妈。第三个就是黄建章、建中、真少年，将近50岁。第四个就是恩转兄，但是咱没有绝望，因为上帝是一个永生的神，所以咱怀念这个过往的人。伫旧年，咱的教会有2个长老退任，就是淑庆长老。甲刘克龙长老，因为教会拢服侍20几年，咱感谢因伫教会侍奉甲调判，迫不及待，要领红包的款。咱的教会旧年有选出一个新的长老，庄祖柱老师，有一个新的执事，叫做陈美秀。庄老师坐伫遮，美秀坐伫遮，感谢上帝，互咱接棒，一代一代，咱伫教会的圣港的典管，一代一代，亲像以色列人因经过旷野进入迦南地，上帝祝福咱的家庭。这是咱要代表教会来送互这个刘老师有来请你来头前，教会要代表搁一摆用象征性的小礼物来多谢。
小庆长老甲即个刘克龙长老吼，咱请因来头前。每一个服在上帝为上帝滋养的人，伫即个信仰的家庭，拢是受纪念。咱感谢你。咱因为有的人是迁居到台中吼、台中、台北啊，所以咱游园每年的这个时间，咱拢会互相纪念吼。牧师就对这个头前这边安尼介绍吼。恁的家庭若有分开的人忠胜长老是今年的第2长老吼。忠胜长老秀秀甲恩君吼，咱请伊起来，互咱。也所听恁，过来依林吼，依林的搁有2个囡仔吼，搁4庄吼，咱真欢喜。上帝祝福依林因的家庭吼，伊的妈妈嘛，因为伊信主，所以伊的妈妈嘛，伫过往之前嘛信主吼，伊的阿嬷嘛真渴慕吼，上帝祝福恁的家庭。过来曾燕甲迄个红姐吼，曾燕甲红姐因的家庭。肖敏玉、肖维忠。肖敏玉、肖维忠站起来啊！好，转过去，请坐。因住伫殿中吼，因住伫殿中。美秀甲明德甲惠安、佑心吼。再来庄主治。个庄长老吼，庄主治老师甲林五姐，汉伟、汉玲伫迄边吼，汉玲的太太汉斌吼，上帝祝福恁。过来是小美家庭，以乐以意吼，小美雨生，以乐，吼因兜拢做热的，有够热吼，将近190吼，真热。个英宏长老吼，英宏甲梁淑叶老师，云秀、云心、云煌吼，好，耶稣爱你。恁有看到伊甲妈妈吃年夜饭吼，很甜蜜的相片，哪有看到？过来陈华姐。个。秀丽啊！陈华姐即礼拜艰苦吼，所以我拄仔甲伊问伊讲平安重要无？就是因为伊即个胆囊发炎吼，听甲咱就知影讲，若捌有即种困扰的人，恁就知影讲那多痛吼。所以上帝互伊真紧的得到释放一定吼。过来即个长老娘吼，本日长老娘因的全家甲家庆因全家吼，家庆全家。
咱欢迎吼，真欢喜，耶稣听恁。啊，嘉庆伊即摆拢住伫台南吼，嘉庆甲胡英因拢住伫台南吼，啊，两个囡仔嘛拢出社会啊。文灿兄，文灿兄因逐年拢倒来做新春的礼拜，对台北对新竹吼，对啊，咱欢迎因吼。文灿兄、李金杰吼，啊，真欢迎恁全家吼。英杰嘛吼。英姐，嘿，英姐跟伊的太太，先恩先慈哈，很高兴你们每年都跟我们相约在主里，安尼哈。恩教兄、恩教嫂，跟伊的孙仔，吼，跟伊查某囝、后生，哇！耶稣爱你们哈，上帝祝福恁，上帝祝福恁。过来是这个苏荣姐甲咱的孙大哥哈，苏荣姐啊，玉文在里头，嗯。耶稣听恁，吼，耶稣听恁。过来是，这个是易容哦，燕江兄因的家庭，燕江因的家庭吼，燕江兄因在你这边，易容，戴口罩有好处，但是也有坏处，坏处就是我刚才看恁的目睭要，有当时形容要叫不出来。美媛姐吼，甲子琳，上帝祝福恁吼。啊，美媛姐是咱的喜乐宝院的20分区的主任，哈，20本院的这个主任，哈，长期做到照顾这些囡仔，哈。子琳，耶稣爱你，新年快乐，好，请坐。小庆这甲伊的囝婿，甲因，哈，凯婷，佩仪的全家，哈，哇，很棒，耶稣爱你们，哈，真欢喜恁全工倒来过新春的礼拜，上帝祝福恁新的一年，哈，请坐。演传兄因的秀晴姐吼，秀晴姐吼借左借为立心，啊因拄失去因的亲人吼，啊拄完成伫即礼拜拄完成因的告别生命吼，上帝甲恁三个弟弟，我们是有盼望吼，上帝互恁伫新的一年搁较济稳定甲陪伴。谢琼兄甲张成吉孙娘吼，阿美吼。和迄个家父吼，嘿，咱就欢迎因吼。好，耶稣爱你，张成吉孙娘，上帝照顾你吼。我哋因只逐礼拜拢来做礼拜吼，上帝照顾你。搁来边啊，这个哦，迄是素芝姐吗？素芝姐吼，咱真欢喜嘿。耶稣爱你，真欢喜吼。素芝姐的囝婿是做牧师吼，上帝真祝福因的家庭。来，那个冯娟吼，冯娟甲伊妈妈祝贺吼，咱真欢喜，上帝祝福因的家庭。过来你要为倒开始？过来对头前才开始啦吼。遮的孩子拢有讲过啊吼，搁有就是名誉说江长乐的家庭。无啦，名誉伫遐。名誉介绍的妈妈伫遐。乔恩啦，讲毋对，乔恩啦。乔恩甲爸爸妈妈拢伫嘿，弟弟吼，乔恩，耶稣爱你们吼。好，请坐。过来江长乐吼，江长乐全家今仔日因全家团圆吼，阿聪甲红人昨天值夜班这是红人的两个囡仔，阿聪伫后边吼，甲阿聪的太太，红人的太太吼，新年快乐，上帝祝福恁，好，请坐。过来，尤雅丽小姐，尤雅丽妈妈，咱欢迎因哈，咱挺欢喜，因为因起新厝特别好啊，吼，毋知伊讲过年前要搬入去，结果也袂啦吼，上帝祝福恁，吼。特别好啊！过来就是我刘老师的家庭，吼，今仔苏琴的这个刘玉明、刘一成、刘老师、阿芬，吼，上帝祝福恁。郑弟兄，咱个有就是7个月前伫咱中间结婚的 Mark 个 Ann 吼，郑弟兄吼，安妮吼，咱因今仔倒来二林看因阿公，甲咱做礼拜。咱真欢迎哈，咱真欢迎，很奇妙哈。因会选来咱教会做结婚礼拜，因伫台北信主，
伊阿公住伫宜林，所以伊倒来时阵，伊就甲因的亲人讲，因要伫教会做结婚，欢迎。张弟兄因夫妇，张弟兄因夫妇，盛在兄因夫妇，盛在兄旧年退休啦，上帝祝福，即摆全职员咧做志工，甲咧参加活动安尼，上帝祝福因夫妇，我的哥哥浩聪甲大嫂，因的家庭。上帝祝福恁啥物？等者，请坐。阮哥哥因逐年拢来陪阮过年，因为咱的教会我伫遮服侍，所以就较无法度出国。因专程对台北落来，逐年拢来陪阮。小蜜，细仁兄，秀如，新年快乐，耶稣爱你，小蜜有一个哥哥，有一个姐姐，姐姐伫北部，伫北部。琼章节。再来惠美。惠美。搁有惠美姐，再来安美。因两位拢是住伫宜林，但是他们也是我们一个家族的一个很活跃、智慧基督、智慧查经的姐妹，安美姐，安美姐是第三代，伊阿嬷是水嘛，阿嬷。伊是100岁才过上帝甲带倒去，所以是一个我们很珍贵的一个家族，爱对阿嬷来信主。爸爸詹天比老师，上帝祝福恁，嘛祝爸爸健康，请坐。手个长老，恁全家手个长老，他都在讲有6个宝宝，6个新生儿，其中2个就是双胞胎的安陆癌双胞胎，感谢主，多多益善，咱希望咱的姊妹较勇敢，上帝祝福恁的家庭，丽芬，丽芬，怡轩，耶稣爱你们，新年会更好，上帝祝福恁，怡轩照顾无倒来哦，上帝祝福你，有后壁 ，OK， 过来这边阿强的家庭就迄个燕娇兄，毋是燕辉兄因的后生甲燕辉嫂伫遐伊的后生甲是很棒啊还有2个很可爱的小宝贝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好，燕辉兄，燕辉嫂真欢喜你倒来，新年恭喜，请坐。嘛真欢喜阿强载妈妈倒来，很棒。迄个燕强兄、燕强嫂，因的家庭咱真欢迎因伊的囡仔都在伫遮耶稣爱你。过来是正宗甲丽云因的家庭新德、正宗、丽云耶稣爱你，耶稣。满载兄，我应该甲你颁奖我先甲你拍手满载兄对旧年爸爸过往了，伊就答应牧师讲，伊要倒来教会做礼拜，真的是几乎全勤差不多逐礼拜拢来做礼拜，加油！阿海哥，惠美惠博峰嘛有来嘛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仁和兄，阿鼎，个怡金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！赵真，建中啊，因姐姐。建中的姐姐甲姐夫，因新春拢常常会倒来甲咱做，因住伫家己因伫家己伊嘛有信主，咱真欢喜真欢喜因倒来做礼拜。敢有我看无到迄条我砸掉的陈牧师亲自下面去看你们。咱互相甲你左右，讲新年快乐，甲你身边的人讲新年快乐。
再来讲礼拜天，我们这里还要做礼拜。牧师甲恁讲歹势，今仔日没有爱餐，因为今年咱的疫情，咱教会不是紧张，是小心，恁来头一届做礼拜还阁签名的，这咱德仁教会头一届，是为了我们防疫的一寡小措施啦，但是我相信上帝要带咱今年会更好，上帝祝福咱，甲咱提醒会记得咯，礼拜天还有做礼拜，这段时间恁若外出要心平气和，因为这阵拢较会塞车，要小心开车，上帝保守恁伫新年的新春中间，无论是出外看朋友，还是出外佚佗，恁拢有上帝平安甲咱三甲伫地。今仔日就莫报告啦，报告留咧礼拜日报告，好无？咱来吟上用的诗歌，咱来吟上用的诗歌。吟诗说，咱做伙来祈祷。我有。咱来吟上用的诗509首。乐天白万福本愿，愿灵叫大人来照正。乐耶稣小我罪犯，罪我中不将你万关。乐诚心感化罪人，修书灵了为的心。乐相悲相惊相信，三位的吉祥之间。阿门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神的感动，相通扶持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，对即时到世间的落尾。阿门。大家请坐，默祷闭会。